台北大巨蛋准备要进行这七七赛，也个亚锦赛。不过有议员发现讲，这大巨蛋停车场的出入口呢，游览车、轿车、奥多巴的动线拢会相破掉。也那光复南路顶头的这停车场出入口，有民众感觉讲开伫遮是真奇怪，讲这排队的轿车若准排甲倒直，也影响到车路的交通。台北市建管处初二核发台北大巨蛋使用执照，特别七次赛加亚锦赛啊，尽管4号日的交通压力7次嘛要开始，不过即马停车场动线真乱，引起讨论。大巨蛋的停车场的入口却把它设置在光复南路的第1车道。车道的容流量只有20台车，这个未来面对动辄3、4万人以上的活动，根本就是不堪使用。有议员认为应该爱有上歹拍算，若做真正袂使就放弃走路。同款有问题，也有大客车临停黄线设伫分抢路这边，晚上用临停预约制。不过若有大客车无预约到站停等，车流就会踢到光复南路，而且停车场的出入口，原来有大客车甲汽机车动线交叉。会怕家的问题，车流交错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状况，而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哦，预约下车的这个制度，在黄线上来讲，以目前的法规是没有这个法规的，因为黄线不是一个专用的路权。我也要求交通局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远雄针对各项交通必须要做相关调整因在亚锦赛举办期间，也必须随时监控。除了交通问题，议员也讲，大巨蛋就万人七次赛得要到啊。不过连接大巨蛋的捷运连通道、下沉式广场，也有道行通路，拢还未完成验收。对这代志，体育局是回应，捷运公司初三要求体育局、消防局，也有万雄巨蛋公司办理现场会勘。万雄嘛答应要伫11月15前完成道行通路，也有消防避难空间的相关工作。记者综合报道。